你究竟要經歷幾多先可以攞到一張人生嘅體驗票？你要努力生活，好好享受生活，賺咗錢呢，存住喺度，一毫子都唔使。每日呢，就睇住個存款一點一點咁樣增加，你就覺得好開心。咁可以開心得幾耐呢？你會發現賺咗錢唔使，咁有咩意思呢？賺錢嘅目的唔係為咗存錢，係為咗消費，為咗生活，為咗提升你嘅生活質量。去買樓啊，去買車啊，換手機啊，食啲好食嘅啦，去旅行啊，去睇呢個世界。但係前提呢，係自己可以消費得起，冇過度消費，冇提前消費，要頂得住壓力。唔通嘅話，你會好焦慮、好攰嘅，right？